年级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上的是4到6的谜语护照的解释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第4句是什么哈？好，来教一下哦。家己家教不如家己走。它的解释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哈。这边有写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要求别人呢，还不如自己做好的意思啊，哈。好，这个字面上啊，家己家教去教别人教家己个家教啊，结果教了半天怎么样呢？你累得半死啊！他们还不会，对不对？还要就是不如家己做，不如自己呀去做的意思啊，哈。所以呢，第4句啊，这边解释就是要别人帮忙，不如自己去做，还比较快的意思啊，哈。来，过来看第5句，翘脚练喙手。翘脚就是翘脚的意思哦，练就是你呀，手这样子捻着胡子这样子哦，喙手就是胡子嘛哈，这个翘脚啊，又捻胡子啊，表示很悠闲的意思。那引申出来就是高枕无忧，很悠哉的样子哦。好，来第6句，时到时担当，无米吃煮含鸡汤。好，这一句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不要忧虑未来的事情啦，哈。那你在那边担心东担心西呀，结果别人就会安慰你，讲这一句话。国语的意思就是说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不要那么早担心啊，问题到最后总是有解决的方法了哈。没米你担心没有米嘛，对不对？将来煮含鸡汤啦哈，没有米饭肚子饿啊，那你可以用什么来代替？地瓜煮汤来代替啦哈。那以前的人很穷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有很多白米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肚子饿了怎么办？那地瓜最多了啦哈，所以他们就把地瓜削片啊，煮这个含鸡汤啦哈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太多，事情总是有解决的办法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谜语护照4到6的解释。那一样，我们还是要复习，从第1句来开始复习一下哦。来，囡仔兄囡仔姊，大家都爱开嘴哦，大家都要跟着一起念。1、2、3，开始。阿公啊带某家婆，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。歪嘴家姑想要食好米，家己家教不如家己走。翘脚练喙手，时到时担当，无米吃煮含鸡汤。大兄坐无正歪顾，一人一家带，公马随人猜，风风水家太无肉。算命嘴好瑞瑞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谜语护照就上到这里，大家再会。